听这大家平安。明仔载放假嘛吼，因为教师节吼，所以我心情嘛是不止啊轻松吼。啊，不过即礼拜吼，看到迄花莲吼，迄新闻大家拢有看到。啊，阮教会内底嘛有几个青年人啊吼，嘛去斗相共啊吼。加上这个年假，所以今日的人可能就较少安尼。啊，咱伫咧基督中，咱来三个关心啦吼，花莲的代志实在不加严重。好，即摆时间已经到，咱三甲来祈祷。全力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听阮，差遣你的独生圣子耶稣到阮中间，受阮的罪，互阮会使甲你重新来和好。主啊，阮伫咧生活中间，主啊，阮可能无说你会来得罪你，主啊，求你赦免阮。即礼拜台湾东部发生真严重的代志，主啊，阮的心不止啊忧伤。求你帮助阮，因为看到安尼的代志伫新闻顶悬来放送，主啊，阮毋知要讲啥物话。毋知要用啥物话来祈祷，求你圣神替阮来祈祷，求你帮助阮，只是嘛安静阮逐人的心，互阮真正会使伫遮了乱的代志的中间，咱逐人会使安静落来，来学习听主你的声音，主你要对阮讲的话，阮将阮逐人今仔日的敬拜。拢恭敬交托伫主你的手，求你来保守、来看顾。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平安。咱只是来，礼拜之前，咱来唱咱的诗歌。351首。我是不是记唔对？这是咱们咱新的一首诗歌吼，是1978年才出现的一首诗歌。啊，这个作词者、这个作曲者是一个瑞典的啦。哦，所以这首是因瑞典的民谣，所以其实你看，伊是用因民谣的方式来作曲的吼。所以你注意看，你会发现每一句话上尾啊字的迄个音。甲下一句话第一个音是共款的，吼，这是因的迄个民谣歌曲一个足咱们特别的所在吼，所以真好学的，真紧就学会晓吼。一首咱真紧就会当学会晓唱的诗歌，咱做伙来唱。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，要唱出好心的画面。今仔人所欠，伊袂唱出，予你感觉无欠一件。好，来，所以咱唱，你看有无？你有注意看每一句话？会上尾啊音，甲咱的下一句的第一个音拢是共款的，所以真容易一句牵一句一直牵过吼。咱搁来唱第二节。来，上主的
的水泉，洗清水看，予人改变的是生命。启比到所地也要开花，祈求的人要得到第三节。上主的水泉使咱拯救，有清净奇妙的平安，在生的中间领受平安，为你为我当庇。第四节，上主的水泉使予他人，但是他为伊袂孤单，恩惠被满满交伫林中，强海里我唱就到第五节。咱踮这世间毋免惊呀，照主甲时时活工作，上主的水泉使咱开来，咱泉水伊中是落步。好，上主的水泉有满满吼，上主互咱的水，咱啉着特别喙干，所以伫咱的心肝内会一直涌出来，有满满的祝福咱的活水。吼，以上咱即首歌叫做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。搁咱来唱的一首诗歌610首。这是这么久吼，已经伫差不多11世纪的歌吼。到即马距离应该差不多有100年啊吼，真久的一首真水的诗歌，所以嘛是咱真这么熟的诗歌，所以咱来为头到尾来唱一摆。耶稣习惯心所欢喜，你使我命告诉公义，你世间心为满意，愿我靠你心为安利。第二节。你的真理永远不变，是你的人追求真求，找你的人就已稳定，耶稣以我咱无所求。当咱细声来唱，来准备咱的备班心来做咱的礼拜，咱第3节唱到第5节。耶稣最管我命的命，互阮通吃通的勇敢，啉你我水。阮的心事有时也善，因为踮伫咱即个世间，常常有拄着变迁，总是咱有主通互咱幸福，通互咱甲伊相结连。恳求主会赏赐阮气力甲勇气，互咱会当较赢，才会坐坐试炼。上煞尾仔节。各人做
词英国人来作曲的这首诗歌，帮助咱面对这个世界，虽然面对真多的罪恶甲权势，耶稣的光要做咱一世人，做咱头前的光，路上的灯。感谢主，以上。上帝啊，你的慈爱遮尔啊宝贝，世间人必伫你的尸骨的顶下，要因为你的厝的好物来得到饱足。你也要互阮啉你快乐的河水，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遐，伫你的光，阮要看见光。这是咱的吟圣诗，圣诗第351首。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，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，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，要享受丰盛的活命。既然人所欠缺，伊要享受，互你甲我无欠一件，请咱做伙起立来吟。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，要享受丰盛的活命。既然人所欠，伊要表示，互你甲我无欠一件。上主的水泉洗清罪恶，互咱改变的是生命。溪水到草地也要开花，祈求的人要得高举。上主的水泉使咱拯救，有天气奇妙的平安，在洗礼中间领受平安，为你为我担当陪伴。上主的水泉赐予咱人，但是到位袂孤单。恩惠要满满到伫林中，强行的歌唱就高举。咱踮伫世间毋免惊吓，照主甲牺牲我工作。
水所使人开来，互咱水中心落步。谢谢。咱掀开就播的第7面，咱用主祷文做伙来祈祷。请，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，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伫带阮入敌试。叫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、权、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咱即是来启用，咱掀开圣诗后壁面，启用文的第28篇。启用文第28篇，就是诗篇的118篇。启用文的第28篇，就是咱的诗篇118篇。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。愿以色列讲。愿阿伦祭司的家讲。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。伫危急的时，我求救上主。上主甲我同在，我袂惊吓。甲我开公义的门。这个门是上主的门。上帝啊，你有应答我要感谢你。起厝师傅气煞的少，这是上主的作为，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。上主啊，阮求你，求你解救阮。奉上主的名求来的，迄位应该受祝福。着举手机参加庆典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。咱三个按头来祈祷。因我全能的爸，阮着用喙大声来称赞你的名，着伫咧正人的中间来学乐你。主，阮感谢你的同在，甲你的应允。当阮世间亲像大的水安尼好的时，地摇山地动山摇。列国吵袂停的即个时阵，甚至伫阮面对着逐项的患难甲困窘的事，主，阮真正感谢有你，你来诚侪阮随时甲逐角落的帮衬，你甲阮赶散一切惊吓，互阮伫咧混乱甲危机的中间，抑阁会当找到平静甲安稳，无互遮个危机甲困难来束缚掉咧，来捆绑掉咧。主啊，因为是你，你帮助阮赢过一切险恶甲威胁，互阮会当因为有你的帮助，徛伫坚固的石盘。主，阮感谢你，阮的主。主啊，即届花甲山风台，伫到马太安的水头，放山湖溢流，伫咧水尾光复乡，毋若饮水落断去，还佫有侪侪人死失受伤。甚至到即马还佫联络袂到，主啊，恳求即个时，你的光就伫遐，你的恩典是就伫遐。主，你甲因同在，甲因三角伫地。
主你保护因，嘛安慰因。恳求主，你即时嘛特别赏赐智慧，甲行动力，互遐有掌握资源的执政者。主啊，催逼因救灾的脚步，紧紧行，紧紧甲物资会当发去所有需要物资的人的手里。主啊，祈求你嘛，即个时阵关掉因遐个提写责任的喙，互因一心伫咧救灾，侪来救灾，少来讲遐个提写责任的话。主啊，恳求主，你嘛是特别赏赐开力，互遮会去前去头前要救灾，甲维护交通、医护人员，佮有所有的救灾人员。主啊，求你保守因，互因出入拢会当平安。天父上帝，阮知你是阮的保护者，我嘛特别为着两岸的和平，甲两岸好的关系来你来求救。主啊，祈求你的真理甲你的公义伫即时来展现，互阮的两边的领导者，佮有百姓的中间有智慧，有主你的眼光来看阮彼此中间的关系。求主你来阻止遐想要用假冒，甲想要用冒险来引起冲突的，或者的人所以要发起的，主你拢会当甲伊压落。主啊，求主互两边的领导者有智慧，佮有灵敏，欢喜用对话，甲互相尊重来为着彼此来增加交流，来追求合伫公义甲和平的道路，互两边的百姓拢会当减少迄个惊吓甲误解。主，阮感谢主你赏赐台湾即块土地，互阮徛起。阮愿你的国降临伫台湾，互阮2300万人拢通归向你。现主是台湾，阁有侪纷争，伫国际上嘛有侪冲突。求主你甲阮的国家的管理者同在，赏赐智慧甲能力互因，嘛赏赐欢喜爱合一的心智，互阮的人民，甲阮的世界逐角落的人，甲阮的领导者，互地球会当成做一个有合作、有和谐、有疼、有互相帮衬的人，适合人来徛起的好所在。主，阮感谢你一礼拜，互阮这清营拢有够额，你嘛保守阮的身体、阮的心灵健康。主，伫阮的防疫作息的时，求主你时常来提醒阮。我嘛爱珍惜我即马所有的食物，阮嘛会当追求伫即个食物会当饲饱所有地球中的人，毋是干那阮家己食饱尔。主啊，祈求主你的公平甲正义伫食物即件代志嘛会当展现。对阮伫教会内面，即个时阵有一兄弟姊妹身体欠安尼，求主你特别赏赐医治的恩赐，看顾遮个破病的，嘛甲遐个照顾破病的人三角地带。主，阮恳求你来祝福阮文山教会，恳求你赏赐智慧甲能力，互阮的牧师、阮的传道，佮阮所有的长职、会长甲会友，互阮通真侪助力福音的见证所。主，阮感谢主，互阮通瓦靠。阮将未来一礼拜，佮继续交托伫主你的手里，求主你保守阮的心思甲意念，保守阮的脚步，互阮一直拢会当行伫主你为着阮备办的道路原顶。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咱来读圣经记伫耶利米书32章第1节到15节。
耶利米书32章的第1节到15节。现着我来读。犹大王西底家第10年，就是尼布甲尼撒的18年，有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。迄时，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，先知耶利米关伫库留所的院，伫犹大王的厝。因为犹大王西底家已经将伊关禁，讲：你声书唱语讲，耶和华安尼讲，看啊！我要将即个城交伫巴比伦王的手，要处伊。犹大王西底家的确袂脱离加得列的人的手，定着要交伫巴比伦王的手，也要甲伊讲话喙对喙，伊的目睭也要看伊的目睭。西底家要互伊带到巴比伦，带伫遐，甲我管顾伊的时。恁虽然甲得列人交战，也无利益。这是耶和华讲的。耶利米讲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讲：看啊，你的这撒利王的囝含拿麦要来见你，讲我伫阿那突迄区田，请你买伊，因为赎回权在伫你，你通买。我的这个囝哈那麦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库留所的院找我，对我讲：我伫平安面的境内，阿那突迄区田，请你买，因为承接甲赎回权在伫你，你着买做你的。我就知这是耶和华的话。我就对我的这个囝哈那麦买阿那突迄区田，请迄个价银，互伊。共17色克勒。我伫客面签名，我将客封捌，佮请人来做地记，也用天堑银互伊。我就提照规例所立的买客，就是封捌的迄张，甲无封的迄张。当我的一个囝哈那要甲签名伫客面迄个地记。以及坐伫库留院内一切犹大人的面前，将买卖客交互马西亚的孙尼利亚的囝巴录。当因的面前，我吩咐巴录讲：万军耶和华以色列上帝安尼讲，着将封捌的甲无封的这2张客收伫废弃的内面，通留存侪日。因为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将来伫即所在的人要买厝体、田园甲葡萄园。以上，这是咱请圣乐队来献诗，因今日要献的诗：愿恁定军侵入伫土里，愿恁定军侵入伫土里。
这时咱请李团长来讲道，今仔日要讲道的题目是恩慈享受，恩慈享受。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，感谢主，互咱做伙自己伫遮做伙来听上帝的话，嘛感谢主吼，今仔互迄个人教技师会当来访问念遮个经文，遮个经文真正无好念啦吼。哦，我看着我嘛流汗安尼。好，伫开始之前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听完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伫礼拜日的清早时，自己伫你的圣殿来领受对你来的话语。愿主你圣神即时对阮生命的需要来讲话，互阮来明白、来了解你的旨意。嘛愿讲的人甲听的人，拢伫即个过程中，伫圣神的引带带领内底得到利益。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今仔主题是言辞享受，言辞享受，吼，言辞享受。恩慈，好你家在，我想讲哦，所以谈到伊会晓念，我袂晓念。好，其实伫经文内底，咱拢知影有一句话，伊咧讲的就是信就是所望的实在，甲未看见的事的凭准，就是信是所望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就算讲是咱看袂到希望，也是讲毋望，咱感觉有愿意来相信。对咱来讲，咱愿意伫即个中间付出啥物物件，佮劳碌啥物物件。亲爱，想要借问各位兄弟姊妹，恁敢知影长老教会即个焚而不毁的精神代表的是啥物？对马该来讲，伊认为这表明上帝透过火烧的刺配，成做一个记号。互摩西会当生出敬畏的心，而且互伊愿意来接受上帝的呼召，然后经历侪侪的苦难，带领上帝的囝儿百姓脱离奴仆的身份，来领受上帝囝儿的身份。更加表明，当咱经历着一切患难火烧的过程中间的时，上帝一直拢甲咱同在。咱经历死因山谷的时阵，煞无失去性命，佮透过咱的性命来见证上帝的拯救甲恩典。这就是咱长老教会焚而不毁这个 logo 的一个意义，嘛是这个马该所相信的一个信仰的宣告。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，咱看到的是充满战火、充满这个战乱的一个犹大国的过程。若是有参加拜三的查经祈祷会兄弟姊妹，应该就有小可的印象，因为其实文林长老已经帮我做真好的一个预习啊吼。迄天伊已经甲即个经文的背景已经讲甲真清楚啊。迄当时伫咧西底家的即个统治的即个犹大国，受到巴比伦的围困。迄个时间差不多是主前6世纪的时阵，迄时犹太国伊夹伫两个大国的中间，一边是对恁知埃及。一边是巴比伦，最后巴比伦伊兴起了后，伊打败埃及。伫咧历史上记载，巴比伦总共有3摆来攻打迄个耶路撒冷的过程。第一摆差不多是伫主前605年的左右，迄当时第一批的贵族的即个贵族子弟受掠，但以利就是伫迄个时阵受掠的。第二摆大概是伫主前596年到597年即个过程。第二摆攻打的时阵，迄当时受掠的有以西结先知。过来就一直到经文今仔日的第3届。第3届差不多，伊若是照今仔经文讲西底家王做王的第10冬的时阵，咱安尼算来差不多已经是即个犹大国的最后1冬的即个过程内底啊。吼，所以伫即个过程内底，咱知影讲迄当时的西底家即个国王。他抱大腿抱错姿，伊走去摸啥？你敢知？伊走去摸埃及啦。结果摸一个吼，巴比伦袂爽，拢甲拍。所以最后伫即个过程中间，因为巴比伦国王的报复的行动，想讲哦，你好，你选定要摸迄个埃及吼，好，安尼我就甲你拍安尼。所以伊就走尼布甲尼撒王、尼布甲尼撒王。
伊就吼，伊就甲伊拍，吼，啊，甲伊拍了后，伊就即马全整个的国家吼，拢陷落伫一种亡国感内底吼。就伫即时，希望出现啊，埃及的大兄来啊，吼，埃及的大兄叫伊的军队来支援，对毋对？只是来较慢，所以伫即个支援的过程中间，巴比伦的军队啊呐，就退兵吼，毋是迄个肉的退兵啦，是迄种退军队啦吼。啊，所以就伫即个过程中间，犹大国的人开始有一个哮喘、小可平静的即个时间。所以今仔日故事就发生伫即个小可平静的故事内底，因为遮的人，咱会当看到讲，就是伫即个短暂的平安和平的过程内底，有的人就开始安那脱产，开始想讲卖家己的物件，也是讲卖家己的厝啊，啥物要换现金放伫手中，因为安尼伫咧战乱的中间，其实有钱有黄金金银伫手头是较安全的代志，对毋对？吼，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，咱就看到讲，迄个何拿别伊摕土地的权状要来甲卖互耶利米。迄就是因为伫迄个过程小可有即个平静的时间，伊赶紧想讲好，安尼我来筹备一寡要来逃难的时阵需要的资源安尼吼，所以伊就摕伊的迄个土地的权状来卖互耶利米。啊嘛伫即个过程中间，其实耶利米伫何拿别来进前，上帝已经甲耶利米讲啊，讲你的表小弟会摕即个物件来卖互你，迄个即个是我要定着要成就的代志。也因为安尼，耶利米伊就顺服伫上帝的启示内底，接受即个土地，然后付出差不多17色克勒的即个金钱、金银钱，吼啊，所以即个金银差不多是迄当时的工人做一当半的即个收入，吼，差不多是安尼。所以伫即个过程中，耶利米伊嘛照着合法的标准，要卖的天数、公正等等的即个，为着就是要为着帮上帝的应允留落一个世间人拢相信的证据。所以，若是咱有时间，咱会当将今仔日经文12章所有来看了，咱会发现讲，无论是伫15、10遮，伊讲，因为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，将来伫即个所在，人要买厝体、田园甲葡萄园。甚至伫咧36节到44节，伊嘛有讲到上帝对伫犹大国的百姓的听甲应允。所以伫即个中间，咱就会当来看到讲，其实伫耶利米伊还未看见进前，伊就愿意相信甲顺服，而且付出行动甲代价。最后犹大国嘛，虽然嘛是伫即个战乱中间来灭亡，圣殿嘛受到毁坏，西底家嘛照着耶利米的伊个欠务，伊互人掠去巴比伦。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，咱来看的是，神就是所毋望的人的实在，甲未看见的标准。对耶利米来讲，面对着战乱，甚至讲伊因为顺服上帝所发出来遮的宣讲，互伊受到国王的关禁，甚至面对着侪无合理的遮的要求。伊愿意付出实际上的即个行动的代价，为着要替上帝留落一个真实的证据。若是安尼对咱来讲，咱所看见的应允是啥物？上帝要咱伫即个世代所做的行动甲付出是啥物？咱所要留落来信仰的见证，佫是啥物？咱拢应该知影马介牧师，伊甲咱的文山教会有真亲的关系。马介牧师伊的一世人，伊拢咧实践即份信仰内底中间的相信，因为伊相信，就算讲伊毋知影宣教的所在是伫倒位，未来会怎样，生活是啥物款，伊嘛愿意献上伊的一世人，栽种伫即个伊未明捌、无了解的即个土地顶面。也因为伊迄时的信仰的脚业，为咱的后代留落侪信上帝应允的证据。伫咧战火中坚持愿意相信的即个耶利米，嘛互我想起迄当时咧战火中间愿意甲台湾人徛做伙的马介牧师。伫咧迄当时1884年的时阵，清法战争开始发生，8月份。
法国的军队用火炮来拍家人。9月份占领迄个家人的港口，10月份因进入到淡水。迄阵时英国已经下令要撤侨，叫遮的人拢紧转去到英国，也是去到香港来避难。所以马偕牧师伊就紧叫伊的翁仔，毋是翁仔某，叫伊的某囝去坐船去香港来避难。总是伊讲伊要甲台湾人做伙，所以伊留落伫台湾。虽然后来真正嘛是因为身体的一寡原因，所以学生真正苦劝伊会当去海上啊去香港安尼小可休困一下。无想到讲安尼一休困，就几啊冬过去。伫即个过程中间，互伊经历着上艰苦的代志，就是伫咧清法的战争的时阵，直到即12年来，伊辛辛苦苦伫台湾所建造的遮的教会，拢受到拆毁、破坏。无论是因为战争，也是讲因为迄当时的暴民、遮的人来破坏，因为迄当时的人对伫外国人有侪的仇恨，所以因就来破坏即个外国人的即个教会安尼。所以迄当时当伊对香港转来到台湾的时阵，伊开始看伊过去所建立的遮个教会，发现每一间教会拢受到拆毁，甚至是夷为平地安尼。伫伊的日记内底，伊有写讲，有一天，伫咧平安暝的时阵，落着大雨，伊规身躯淋甲澹漉漉，伊行伫迄个落公麦仔内底，伊对家己讲，这一切拢是为着耶稣基督，毋是为着钱，毋是为着名。当伊踏伫即个落公麦仔内底咧看新店教会已经夷为平地的时阵，伊真艰苦心，伊哪行哪甲家己讲即句话，一切拢是为着基督，一切拢是为着基督。我想，即句话就表明马偕伊真清楚知影，伊所做一切的工，拢是出自上帝的交托。也是因为安尼，就算讲伊面对一摆搁一摆的打击，亲像已经失去希望的时阵，伊赶紧用即句话甲家己讲，提醒家己，这一切拢是上帝的工。既然是上帝的工，伊就会亲身为伊备办伊需要的一切。然后伊只要自行看上帝，无搁看面前的艰难甲困苦。我认为马偕牧师应该永远拢无法度想象讲，迄当时伊所做的遮的工作，对现在的咱有偌尔啊大的影响。伊可能会想会到一寡讲，可能病院会当帮助到一寡的人，啥物，伊可能会想到一丝啊。总是我想，应该无可能想到讲，未来伊的病院会变做安尼，也是讲伊所建立的学校，啥物等等的遮个机构会变成是安尼。所以我想，上帝应该是讲当马偕伊愿意付出伊的行动的时阵，其实伊就为咱现在的咱，为台湾留了一个上帝会听甲应允的证据，这拢是伊的证据。就亲像耶利米，伊将迄个捐赠放伫迄个甕仔内底共款，留了一个证据，互后边的人去看见上帝会听甲应允。迄天伫咧文林长老的迄个家庭礼拜的时阵，圣山牧师有分享一段经历，互我感觉真正，我伫边仔听甲足感动的。伊讲过去其实咱庙空的迄个山顶有发生迄个山崩甲土石流安尼。迄当时约旦长老伊看到迄雨水安尼落来的时阵，伊讲伊摸到一个物件，就撞出去外口。恁敢知影伊摸的是啥物？圣经。听讲啦，圣山牧师伊讲是摸到教会的物件，就撞出来。伊无选择任何家己的物件，伊嘛无选择有价值的物件，伊选择的是上帝的厝内底的物件。这个经历这个故事，互我感觉真感动嘛，真冲击。我无想到讲一个基督徒，一个长老，也是讲一个上帝的囝，伊会安尼伫咧。我家己可能嘛想象袂到，讲可能像迄天大地震、台北大地震的时阵，我摸的是啥？你敢知？冤某。所以我嘛是足惭愧的。应该是爱先摸教会的物件好，后盖卖摸嘿。开玩笑的，
所以我伫即个中间，我真正感觉到哇，真正是足无简单的。迄个信心，迄个敬畏上帝的行动，互咱教会即马现在有历史的资料会当来看，来认捌咱的信仰的根。所以这是一个真无简单的代志。其实咱的教会的信仰前辈有侪值得咱来学习的所在。前一站台湾基督教士厅联合会，伊有出一本册来记录侪退休牧师因的牧会的人生的见证。圣山牧师嘛伫即个册中间分享伫咧31年前，咱咧起即个神堂所面对着的困境。有侪无共款的困境，咱知影有土地的问题，有啥物款的问题。总是伊讲到伫咧经济上的问题，有遇到侪的困境的时阵，迄当时张文辉长老伊奉献互教会，拢总会当讲真好吗？册内底拢总侪的钱伫即个中间，才会当来帮助教会顺利来建堂。其实我要讲这个见证，并毋是要高举对一个信徒，也是讲啥物的。我只是要互大家来了解，今仔日我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——延迟享受。因为咱会知影讲，恁的天父上帝也知，这个拢是恁所欠用的，独独大声成求上帝的国甲义，伊就将这个代志拢赏赐互恁。其实当咱看到这信仰前辈的性命，甲因的每一个选择的时阵，你真正会看见讲，因咧看的毋是现在因所享受的物件，因咧看的是上帝的国度、上帝的心意的成就，伫即个土地、伫即个世界。所以今仔团队为虾米要甲大家来分享这个延迟享受，其实就是字面上的意思。若是咱有上帝国的即个观念的时阵，咱就会当真清楚了解，咱现在的享受，甲未来的享受比起来，根本无算啥物。甚至是讲，即个真正的享受、真正的灵性的生命，拢伫咱甲上帝的关系内底。所以嘛，因为安尼，咱更加愿意伫咧地上的时阵，先来选择，先来学习，要怎样成就上帝的心意。上帝的国临在伫即个地上，也因为安尼，团队想要来甲大家来邀请大家来做伙思考，讲当上帝邀请咱放下咱所倚靠甲依赖的即个安全感，先来顺服跟对上帝的时，咱敢有愿意？敢有人经历过迄种1946年？因为迄当时我未出生呢。1946年迄当时。即个旧的台票的时代，有发生迄种真通膨的过程吼，迄种钞票变币值的过程，敢有人经历过？迄当时听讲1公斤的米爱偌济钱，恁敢知影？1公斤的米，听讲啦，我是查资料的啦。因讲1公斤的米差不多爱160万，哇！1粒鸭卵爱偌济钱？5000块，吼。所以迄当时我的考卷拢足价值的，几个鸭蛋哈。迄当时台票就亲像壁纸共款，对咱来讲，咱应该会当来想象，伫咧战乱的时阵，迄个社会，金银一定是足好用的物件，对不对？钱应该钞票无一定好用啊，金啊、银啊，这种物件可能是较保值、较好用的物件。对这个过程，咱来想象，亚利米伫迄个困境内底。伊甘愿放弃伊手中的这个银仔，就因为是上帝的启示，伊就愿意将伊保命的这个银仔摕来换一张壁纸，就是迄个土地的捐赠。为虾米？若是你敢要换？若是我可能会想讲，安尼足袂好的呢。我这银仔可能佫会当，互我会当买一寡物件食，也是讲我若要逃难的时阵，佫会当甲人交换一寡资源等等的。若是我即个银仔拢摕出去的时阵，金仔拢摕出去的时阵，安尼我刷落来的生活，我的命要安怎？总是亚利米伊经过祈祷了，伊看见上帝的启示的代志发生了后，伊就完全顺服伫咧上帝的旨意，然后降服伫上帝的主权内底。所以对咱来讲，迄个银仔就亲像是啥物？亲像是
维系咱生活中间一切有安全感的物件。可能是啥物？可能是金钱、时间，可能是甲人的关系，可能是社会地位，可能是课业的成就，可能是一场的成就等等的。总是当上帝伫咧危机患难中间来邀请咱，将这维系咱家己自我的安全感的物件，摕来换一个望甲应允的时阵，咱敢有愿意摕出来，甲上帝交换？以前我伫咧团契咧做辅导的时阵，因为即款的身份吼，迄当时我就足想要找到伫咧拜六礼拜拢会当休困的工作。之前我是厨师啊，大家知影，所以若做餐饮业吼，要找6日休困，那有可能对不对？所以真歹找到工作，嘛伫迄个过程中间，我一直坚守即个原则，是因为迄当时我真正希望，互遮个少年人伊会当甲我共款经历着上帝的疼，所以我就真坚持即个过程。其实伫迄个过程中间，我真艰苦、真痛苦，因为工作真无稳定嘛吼。所以有时阵亲戚朋友就会讲：哦，你看迄个李浩安尼几岁啊吼？做工作拢无稳定，啥物的，就会开始讲安尼。其实我听着我嘛感觉真压力真大。迄当时吼，为着要维持即款的生活，我透早去早餐店，这是食上饱，我伫食上饱上班。然后中昼下晡我去装太阳能热水器，下暗去到花甲弄股。迄当时我的生活是安尼过，因为即3个时间拢会当互我自由来安排我的时间嘛足瘦的迄阵70几公斤尔。伫迄个过程中间，每一摆日头还未出来的时阵，我伫遐拿迄个豆奶的时阵，我就感觉真艰苦。我想讲日头都还未出来，我就伫遐拿豆奶，煮豆奶煮的，结果出来太阳已经升起啊我每一摆咧煮豆奶，我拢甲家己讲，若是冬天的时阵，我就要洗头路，因为想讲冬天搁要遮早起来，真正是太心酸了所以我就想讲，我一定要洗头路拿，迄个豆奶就臭火焦安尼所以其实迄个过程，我真正感觉真艰苦。总是互恁摇，当我离开我的母会，离开即个辅导的身份的时阵，青年团契剩几个人？毋是讲剩几个人啊，内底有偌济人？互恁摇，好，剩4个人，4个人5个人。所以迄当时其实我感觉我足失败啦。我迄当时真正感觉我开始怀疑人生，我讲照安尼，我感觉爱去牧会，我真正甲上帝迄个教会拢牧倒去。敢会安尼？我就开始怀疑家己过去咧带青年的一寡行为也好，所教导的物件，也是讲怀疑我家己的性命，我家己甲上帝的关系等等的。到最后，我开始毋知影要安怎。总是后来伫即个过程中间，当我当着遮过去所带的青年对我的一寡回馈的时阵，我才发现讲原来迄当时所带的遮个青年对因的性命所影响的，其实无白白浪费。其实到现在，即个信仰的经济，搁伫因的生命内底影响伫因的即场甲因甲人的关系。所以其实迄个过程中，其实有伫即个过程中，其实有侪好的机会。迄当时有人找我甲一个米其林厨师做伙开一个饭店。毋是讲开饭店，因开饭店我入去做因第一个厨师。迄当时的顾问是一个米其林的厨师。迄当时我嘛感觉足想要去的，毋过因为拜六礼拜爱上班，所以我就无去。也是讲过去，佫有一个高中的老师推荐我去一个高级的迄种牛排店做厨师，伊拢带我去面试毋过嘛是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嘛无法度去。其实我有侪的机会，会当互家己有一个安全感、稳定、符合大家的期待的即个生活。总是迄当时对伫青年的负担，感谢上帝，互我迄当时戆来选择迄个承担迄个无安全的感觉，来交换上帝的心意，会当伫遮个青年的生命中间来成就。其实伫咧现代的社会世界内底，因为资讯伤紧啊。甚至进步的速度伤紧啊！至到即马现代人真容易陷落伫一种无形的被迫焦虑的感觉内底，甚至是因为接受到伤侪的资讯，至到因无法度真专注甲深入的来思考一项代志，甚至因感觉时间永远拢无够。也因为安尼，其实咱就亲像存在着一种，我若无做一点啥物的时阵，就亲像对袂着大家的即种假象。到最后，其实咱生命的节奏，就对这个世界
来做伙行。总是咱毋知影咱要走去倒位。其实吼，就亲像我拍过即个广告啊，世界越快，心则慢。迄当时我咧拍广告的时阵吼，就是感觉即句话感觉真好，就是咧讲吼，其实可能咱的心，当即个世界走愈紧的时阵，可能咱的心就爱停落来思考看觅，到底咱要走去倒位。好啦，这毋是我啦，看会出来吼。当上帝邀请咱放下即个世界的节奏的时阵，放下即个世界的价值观甲思想的时阵，可能咱会失去安全感。总是当咱放下这一切的时阵，是为着要来交换上帝的应允的时阵，咱敢有愿意亲像耶利米共款，放下咱对伫生存所存在的这个焦虑甲惊吓，然后愿意先来成就上帝的旨意，临在伫咱的生活内底。对个人来讲，咱可能爱去思考的，就是咱掠着的安全感到底是啥物？敢会当咱放开咱所掠着迄个无安全的感觉的时阵，咱才有法度开始经历着上帝的心意，伫咱的生命内底来成就。通常这个过程可能会发生伫当咱的信仰甲生活产生冲突的时阵，咱就会经历着一个选择。有时阵，当咱咧灵修祈祷、听讲道的过程中，你领受到一个方向，也是一个感动，上帝爱你去做这件代志的时阵，你开始想到侪的困难，甚至你唔知影做这件代志有啥物款的价值的时阵，当这个冲突出现的时阵，咱要怎样来选择？其实这个问题的中心就是咧问讲，上帝咧问你，敢有愿意相信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其实我拢已经替你备办好迄个道路。你敢有愿意对我做伙来行吗？当咱愿意先相信，然后付出代价的时阵，并且来邀请期待上帝的主权临在伫咱的生活内底时，咱的决定甲咱的性命的见证，就亲像放伫这个飞器内底，就是红仔内底的这个观众同款，伫咧未来会当来成做咱后代。见证主的引传甲疼痛的证据，对伫咱遐的信仰前辈，因就是将遐的选择，因所付出的一切，拢放伫即个红仔内底，到现在，互咱来看见上帝对文山教会世世代代的疼甲引传甲带领的见证。所以结论来讲，有时阵咱付出，有时阵，咱付出军队上帝的行动的时，咱真正真歹去暗算上帝的计划到底是啥物，效果是啥物。其实咧，即摆咧办迄个青少年即个情绪电影讲座的时阵，我碰到人生真大的困难，就是我发现我原来我真惊吓，甲陌生人敲电话。你莫看我安尼，我是一个矮人吼，我是一个足内向的人，吼，所以。其实迄当时咧讲这个代志的时阵，我嘛就希望我办这个活动，其实是要互这社区的这学生啊知影，讲文山教会这个所在，而且这个教会有注重因生命中间的需要，有办这个活动，会当互因来到这个教会。迄当时我就想讲好，我要甲所有这附近的学校拢甲敲电话敲一届，吼，所以我就甲所有学校列出来，国中、高中列出来，差不多有十几间安尼吼。我敲到上远的是敲到迄个新店的迄个什么，迄个天主教迄叫啥崇光吼，我敲去遐去，互人挂电话吼。迄个过程中间，嘛毋是挂电话，伊听我是迄个教会，伊就甲我讲安尼毋免啦，谢谢安尼吼。其实伫这个过程中间，我真惊吓，因为我毋知影要安怎来去敲遮个电话，来甲遮个人来联络，所以。经过牧师吼，嘛是甲我鼓励讲好，你著去敲，伊互我这个时，所以伊著叫我去敲，我著去敲电话就对啊。当我讲我平安啊，我是迄个文山教会团队的时阵，伊就开始讲哦，谢谢，不用了哈，啊，我们学校没有什么，就开始要婉拒我哈。所以其实伫咧敲电话到最后，我就讲你好，我们是教会，但是我要办一个跟教会没有关系的活动，你听我说1分钟就好，好，所以他才愿意继续听我讲下去。其实敲这个电话内底，我真正感觉足挫折的。总是伫即个过程中间，有几个辅导室的老师，伊听了我的分享了，讲即个活动真好诶，安尼我帮你来分享，我伫官网顶管帮你铺。啊，另外一间学校是讲，我安尼你会当互我几场
传单，我讲你要几张？伊讲我要90几张。我讲吼，为什么？伊讲伊要每一班拢帮我分，每一个导师室拢帮我分。咱会知影伫咧台北市即个过程内底，一个学校要替一个教会的活动宣传到即种程度，是真困难、真困难的即个代志。总是当我咧想象即件代志，我想讲应该是倒去要打枪的时阵，当我去做的时阵，我发现有2、3间学校伊愿意来替咱教会宣传即个活动。虽然后来吼，迄个效果无介好，迄天来的人真少，总是伫即个过程中，我真正看见一件代志，就是当上帝伊来感动咱伊的计划的时阵，亲像即个活动看起来真困难，甚至真无希望。总是当咱去做的时阵，咱就会经验到讲，哦，原来上帝伫即个过程中间，伊的同在。我永远无法度想象讲有一个学校愿意安尼帮阮分遮的传单甲宣传。总是当咱咧做的时阵，其实上帝就替咱来开路。我想，虽然看袂出即届的即个活动有啥物款的果效，我家己嘛感觉啊，小可失望。总是伫即个过程中，我甲家己讲，我已经相信我有顺服上帝。嘛，伫即个过程中间，我相信上帝嘛，伫遮的青年，甚至是看到遮的传单的人，会心上留了一个未来，一个见证，可能是一个改变伊生命的可能。所以伫今仔日的经文，其实上帝嘛只是单纯吼，要呼召耶利米去做一个行动，为犹大国的人留了一个未来的盼望。迄个盼望就是透过耶利米伊的信心的行动，留落来才会证据。对伫马盖牧师来讲，伊伫还未来台湾进前，伊就决定要将伊的性命栽种伫即块土地顶面。就算讲伊完全无了解台湾的过程，伊嘛愿意一步一步来顺服来行。一直到现在，咱领受侪的祝福，也亲像伫当咱看见马凯牧师为咱留落来遮的信仰的见证，就亲像透过无论是张乃凤长老、约旦长老、文辉长老，也是讲咱侪信仰的前辈，其实咱建立即个教会吼，咱知影有侪无共款的同工，辛辛苦苦走总所建立起来的。其实即间教会，就亲像是信仰前辈因放入去迄个土地的关键共款。这拢是因的信心的行动所留落来，互咱遮即代的信徒看见上帝会听甲引带的证据。然后团队想要来问的是，若是安尼，对咱即个世代的基督徒、文山教会的会友来讲，咱要付出啥物？咱要放啥物入去即个红仔内底？互咱的后代共款会当来见证上帝伫即个世代、即个时代对咱的听甲引带，然后咱来留了证据，互因看见，佮经验上帝的听，然后互因的生命重新开始有盼望。咱做伙来祈祷。慈悲疼痛的主上帝，阮的一生拢伫你的安排内底。有时可能阮想要靠家己的气力，掠掉侪安全感，总是愿主你来提醒阮，阮是你的囝儿，所以当阮放手的时阵，你就用双手将阮的性命接来，将阮揽来，互阮搁一摆体验主你的疼。伫你的疼内底有永远的平安，愿主你来用你的疼甲稳定激励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会当伫即马咱的生活内底，做伙来思想，咱要为后代的人留着啥物款的信仰的见证。伫咧现在，你要阮摕啥物来献上伫你的面前，献上一个行动，信心的行动来跟对主。来毋望主你的国临在伫即个地上，愿主你来透过当阮咧思想、祈祷、默想的过程中的时，你的圣神就来对阮讲话，互阮知影伫阮的生活内底，阮要怎样为你付出行动，留落生命的见证。
阮将阮所有兄弟姊妹的性命，甲阮所有生活一切所需要的，拢放伫主你的手中，愿主来看顾保守。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接着咱过来吟诗，吟诗第610首。610首，耶稣是阮心所欢喜，耶稣是阮心所欢喜。伊使活命，搁使光明。踮即世间，心未满意，愿我靠你，心会安宁。咱请咱起立来吟。即时咱做伙来奉献。即时咱来奉献，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出自甘心甲乐意。如果你若还无明白奉献的意义，
请你就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。请咱起立，做伙来吟奉献的诗歌。请坐。报告，伫报告台先，请咱做伙来读咱今仔日的金句2摆，伫咱的周报的第2面。咱今仔日的金句，请。若是敬虔兼持续的，就是大利路。提摩太前书6章6节。若是敬虔兼持续，就是大利路。提摩太前书6章6节。好，过来，咱来看下周的圣经分担。敬请省略，所以下周领唱是潘美燕，第2个礼拜领唱是潘美燕，主礼是张文林，苏琴是陆丽丽，献诗是圣歌队，书献是张燕如甲林中和，交台是张燕如甲张建团，音控是周明祥甲李尼普。讲道是咱科牧师，咱咧华语礼拜，领唱是敬拜团，主礼是张文良，苏琴是张信邦，苏宪甲交台拢是张燕如甲张建团，音控是聪明祥甲李尼普。过来讲告整理共款是咱科牧师，佮咱正手边咱的顶周的出席，佮咱的奉献，请咱家己看。册书若是有出入，再往咱的财务还是会计来见证。过来，咱的第周的执事，即礼拜是张金伦执事，咱的长老10月伫月长老是张益成长老。过来，咱来看下周的聚会，下周聚会礼拜日的礼拜，经文是伫咧士师记的17章第5节到第6节，佮有18章的第1节到第6节。题目是任意来行，请咱会当伫厝内先来读，先来准备。过来，咱来显开。中央有奉献的报告，请咱再家己看吼。若是有出入，再来见证吼。过来，咱来掀开咱第6页的消息报告。2025年的诵读圣经的活动，伫咧本主日9月28号下晡的1点到3点，要伫咱即个礼拜堂2楼的礼拜堂来举行。咱的名单已经伫咱第9页内底，拢总有华语的团体组有5组，佮有咱台语的团体组嘛，共款是有5组。吼，那其他咱今仔日下昼是有传中昼顿，咱感谢妇女团契有替咱传中昼顿，邀请咱兄弟姊妹侪侪人，咱会当留落来做伙来食饭，会当来做伙来观看下晡的诵读圣经的比赛，而且嘛趁即个机会，甲一寡圣经吼，搁读一摆安尼。过来，咱第2点是咱圣礼典，下主日10月初5，礼拜了后礼拜是要举行圣礼典。
迄天是要为着北里的乐山疗养院来奉献，请兄弟姊妹来备办心。搁来第3点是咱教育团契组开会通知，要定伫个下主日10个初5下到4个12点半，要伫个大会议室内召开会议，请咱教育组的团员来劳保。搁有咱2025年暑假研讨会资料的准备，请各团契开始准备资料。毋管是文字报告还是 PPT， 请咱交互咱的干事。搁来，咱的团契甲生活队敬拜团的同工，请伫咧10月15进前来完成改选。改选了，将名单到咱的干事来刊登咱的周报。搁来，咱下一季的圣光分单表已经放伫咧咱的柜台，请咱有服侍会当去遐来看。搁来第7点，生日快乐！好，10月份的寿星。周报咱看伫咧第8面有10月份的相亲，咱祝咱遮的相亲会当生日快乐，祝英满意。咱甲时间交互牧师。咱犹原要为着10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来为因唱歌，以及要为因祝福。所以咱的名单伫咱周报嘛有，伫咱的迄个跑步内嘛有吼。咱请10月份生日的兄弟徛起来好无？在场你是10月份生日的，若名单无漏交去，再搁甲阮讲，阮再来补起哩吼。好，咱为因来唱生日快乐歌，咱唱2遍，来请。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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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搁一届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咱同心为因来做祈祷。全能的上帝伫你面前，阮献上感恩。你予10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伫阮中间，互阮当甲伊同齐欢喜。过去的日子，你每一天拢保守看顾；过去的年日，你每一时刻都甲因同在，你守随因有够野的稳定疼痛，守随因属天来的平安甲喜乐。这是阮恳求上帝，你继续扶持保护每一位10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，互因的人生伫每一个路站，拢有上帝同在的欢喜快乐。愿将因搁一届恳求上帝，你施恩赐福伫因的身躯顶。愿同心恳求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搁一届甲因讲生日快乐，请坐。好，生日快乐吼！搁咱有较会集体交通，请咱特别为着咱遮的身体欠安的人来代祷。搁有咱的李传道师要伫咧9月29到30要去新竹的圣经学院来参加传道师的训练，请咱大家为伊祈祷，互伊出入当平安。搁有咱教界的消息，特别伫咧咱花莲高湖乡水灾花甲山的风台带来的大雨。滴到咱马太安溪的迄个房山湖，伫咧9月23溢流吼，所以造成咱的水尾迄个公湖乡的市区严重的灾情。咱的青年嘛有人受到呼召去到，即马已经去要去到救灾的现场咧救灾。啊，咱无做伙去的，嘛特别若是有你有受到感动要奉献，还是特别要为着遮个青年去到伫现场，因的出入平安，甲因救灾过程的一切安全，请大家特别来代祷。啊，咱若是有要奉献线顶的捐款，甲咱的要去邮局的画拨，拢伫咧悬顶吼，请咱会当家己看。好，过来。迄个救灾的即个部分吼，因为即马真侪单位拢有咧收即个募款吼，咱来去捐钱即个款。即马周报顶的是咱总会吼，总会的即个教社委员会因所发出的即个捐款吼。现场咱若看到新闻的报道，也是媒体吼，其实现场有侪团体吼。啊，咱教会因为咱长老教会伫东部中会，因有设立侪即个救灾的联络的吼，所以咱若真正要想要伫周间要前往，
嘛请互牧师在，牧师会再替恁来代替，甲东部中会联系啦吼，互因会当知影讲咱有偌济人，啊，恁要去几工，去到迄个所在，恁会当伫暗时伫倒位休困吼。即摆即个时阵，咱教会有5个青年去到迄个所在吼，佮包括迄个大专中心，拢总即届因来组一团，差不多有14、15位吼，去到迄个所在，啊，因按算是明仔暗才要转来吼。咱为因伫救灾即个过程中间一切有平安，咱继续为因来代祷，以上补充。好，咱今仔日毋知有第一届来到咱中间，甲咱刚参加做礼拜无？咱只是来介绍咱第一届甲咱做伙聚会的新朋友。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仔日有一位新朋友，叫做蔡庆祥弟兄，坐伫遮。伊本身是基督徒，进前咧淡水教会聚会，伊即马住伫咧新海路，遮欢迎定定来聚会。好，欢迎你。好，咱这是咱的平安礼。平安。咱拢将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做上帝家子。咱拢将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将做上帝子民。因为耶稣将做神，因为耶稣立根本。徛咧，咱来念祝福诗歌，咱的新圣诗第396首，396首，打马山花求主赐福。咱吟诗线，咱请咱牧师来为着咱来祝祷。对主卡无。
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甲毋忘，信实的扶持甲帮赞，甲恁众人伫地对一粒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麦倒。礼拜即时结束，愿上帝祝福大家。